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居嘅單位，係位於馬鞍山嘅錦柏苑，實用面積係400零尺嘅兩房格局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參觀下點樣可以打造為3房嘅間隔。客廳同埋飯廳，我哋係以吧台分隔空間，同時間係設計咗有餐邊櫃啦，加入咗可以移動嘅伸縮拉台，可以方便屋企人一齊聚餐。大家有冇奇怪主人房門到底喺邊？噔噔噔，我哋係用咗原木式嘅牆身啦，作為一個隱藏門嘅設計，而且係用咗間房櫃啦，可以擺放戶主一啲擺設啦、心頭好，可以增加翻收納。咁見到主人房，我哋嘅佈局係有地台嘅設計啦。咁第一級係8寸嘅，咁第二級咧我哋係有16寸一個床兜啦。咁可以擺放戶主一啲大型嘅物品啦，例如係麻雀台啊，甚至乎係4、5個嘅行李箱啊，都可以作為一個收納嘅位置。咁喺個工作台方面係為咗滿足戶主嘅需求啦，我哋係做咗有2尺嘅書台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設計。由於單位嘅空間有限，2間細房都需要互相偷位，放咗有床、書台之後，剩低嘅空間就做唔到掩門，所以2間房都做咗條子玻璃嘅趟門。2間小朋友房麻雀雖小，5臟俱全。女房係運用咗有粉紅色啦同埋白色，而仔房係用咗藍色啦同埋原木色為主。廚房係以白色配搭鼠尾草綠設計，白色嘅雲石紋嘅牆身咧帶出一層次感。廁所我哋係加入咗係以粉紅色為主調嘅，作為現代北歐風嘅浪漫變奏。牆身係用咗有帶復古花紋嘅特色花磚，配上金色拱形嘅鏡，白色嘅雲石洗手盤，粉紅色圖案嘅地磚，點綴咗黃銅五金，營造出溫柔輕奢嘅氛圍。今集就講到嚟呢度啦。如果你哋係有興趣改造自己嘅屋企，歡迎可以留言或 DM 我啦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